你说我可以自己拿下来？你已经不觉得金刚波的爱对你是一种束缚了，根本不想要挣脱，这样为什么还需要这副镣铐呢？今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拄好接到分局的消息啦，讲恁拢袂使阁演出来啦。头家，拜托的啦，你给我宽慢3天。大家拢感觉无希望啊，物件款款的，拢走起。啊，要紧无？我若开药方，你敢看有？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就是因为不要阿嬷，不要这个家，阿嬷开高金妈把就灌满 K 啦。宝贝，我要亲哦。怎么可以不接我的电话？来了。啊，你等时来。这上对他是人身攻击哦！怎么样？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啊，你咪就插头啊！我爸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查啦，暗暝查啦讲你有偷电视。你有养过我吗？恁个就会做到底，我大概满意。到底在攻啥小啦？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出。我们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立委鲍昆萁已经回告国民党党籍的身份，这件案件嘛已经伫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不过也是引起到党内有无同的意见。考纪会落尾以流会方式暂停这个案件。鲍昆萁拄则10点钟在立法院开记者会，正式来说明。昆萁从政将近20年，历任4届的立法委员以及2任的县长，不只是正蓝，更是深蓝，也从来没有脱离过我的范畴，这是从政的初衷，所以这是一个男人的承诺。我对人民不断的表达，我在这个阵营里面，我会来支持正蓝，所以才选择在这个时候恢复党籍。从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经过8年，我们共同的努力，在2007年吴伯雄主席的感召之下，国民党、亲民党全面的整合成功。其中代表亲民党的就是傅昆萁，代表国民党的就是吴伯雄跟吴敦义，共同签署了国青共同合作协议，让2008年马英九能够顺利的来当选，并达到86席空前的胜利。而在整个8年的执政当中，国民党大家大业，荣华富贵，掌握国政，傅昆萁未曾在其中，但是我还是给予满满的祝福。在16年以及20年，傅昆萁也给国民党最大的支持、协助跟帮忙，让16年、20年总统大选在花莲都能够获得逆势的大胜。而在此时此刻，国民党失去政权，家徒四壁，只剩下赤手空拳的时刻，我在此时愿意来给国民党最大协助的力量，因为唯有集中在野的每一分力量来监督执政党，才能够导正国家的方向，让国家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能够更加的健康稳定，也是国家人民之福。唯有强大的在野党，才能够让执政党不会权力的腐化，不会有权力的傲慢，这个才是民主国家人民之福。我想此时此刻有很多的这些想法跟意见。我想台湾是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对于昆萁个人的批评或者是指导，都是我迈向持续成长进步的养分，我都予以充分的尊重。我想未来我会持续的来支持蓝营，过去成功不必在我，但未来能够振衰起弊，能够赢回政权，必然有我。
我想我在这里啊，要再一次的表达，20年来不改其志，不管什么样的风吹日晒雨打，昆萁总是永远的支持蓝营，而且我初衷不变，有多大的愿，就有多大的力量。要成就多大的功业，就有多大的模考。我想我都会欣然接受，对任何的批评指教，我都尊重。这是我成长、持续向上茁壮的养分。我也再一次的表达，谢谢大家这段时间有这么多好朋友的关心。我想，我们不要再耗费社会的成本。团结所有的力量来监督执政党，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我们一定会在2024拿回政权，这个才是国家国民之福。我想停止所有的损耗，我们一起团结力量对外，那才是基层支持我们的民众最大的期待。面对金溥聪的这个批评，你怎么看？他还认为说您的那个案子可能影响国民党。我想这个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于今天我们得来不易的民主，对于言论的自由，以及各种不同立场想法，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的尊重跟包容，对于社会的和谐、国家的进步，都会有正向的发展。好，拄则咱听到就是鲍昆萁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正参加内湖社会主题开工典礼，针对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确定去画着的地图，其中台北市有7个咧，会当讲是规台湾上界多。台北市市政府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听郭文德上新的讲法。现在是这样的，那个 case 不是在台北市嘛？他们中央他们也没有，他既然没有在台北市，他资料就不会给我们嘛。那所以黄珊珊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怎么跟我讲。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要讲，这有时候就是每个讲的都没有错，就这样。至少目前第2728例都还没有找到感染源。那昨天指挥中心还是强调说是零星的这个社区感染。您认为一直强调零星的原因？没有啦，不用拘泥在名词啦，这个实质内容比较重要。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都还好的，因为我本来我预期就是会有零星 case 的，完全没有不可能的，不要扩大就可以了。这是比较健康的防疫战略。那你刚刚是说连黄富都不知道那个24例在哪里？不是啊，因为他事实上是这样的他不会把其实是这样的，像你说。并公布 case 在新北，可是新北这么大，你看，说老实讲，我们也在讨论说要公布到，你也不能说公布在哪一路、哪一号、哪一楼，这个要太过分了。所以坦白讲，后来我同学还跟我讲说，那你公开透明是 OK 的，但是要公开透明到什么程度？好问题，这个倒是要想一下。可是黄珊珊说他是唯一知情的人呢。那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因为那 case 不是在台北市嘛，所以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当然没办法告诉我，故事就这么简单呢。像现在就是中央公布了这些人的地点，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中央也是转弯？他们转弯，不过我们现在都要顺时钟，都不要逆时钟啊。那您怎么像他现在公布了，会要感受到逆时钟？没有，我们现在顺时钟就好了。所以你有感受到逆时钟的威力啊！医护人员现在被限制了，没有经过核准是没有办法出国的，引发了一些反弹。曾经也是一线人员。没有啦，我觉得这个平常心就好了，因为但是个案处理了。有些老实讲，有些你说跟疫情无关的什么病理科或什么，我到这里不要平常心就好了。这个我倒觉得没有必要。那可是像台中、基隆都有会呼吁那个政府人员就是少出国嘛，因为新北、基隆、台中都有病例。看去哪里了？你说让美国，说去美国可不可以？我说美国也没有疫情啊，没有什么，那个去北欧那个都不会感染。只是说你去那个有些国家你去了回来要隔离14天，那实在是，我说你要回来隔离14天，干脆不要去好了，不然何必自找麻烦。陈时中部长说，如果县市首长说话失言的话，还是会法办。你会觉得可以不匮乏的情况下，所以才做限制。
平常心的，平常心的。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老实讲，我们疫情控制的还不错，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有传出疫情，现在有传出已经有人入住阳明山海。这个就是这样嘛，这个像这种东西就不要害我嘛，这个应该叫中央统一发布就好了。现在有传出就是说，现在医护人员禁止出国，是因为大陆那边有就是高价，就是希望就是聘请台湾的医护人员去那边，所以才会禁止他们出国。我没意见的。好了。那侯友宜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是一级开设？什么样子的条件之下构成一级开设的条件？如果社区感染到了群聚的程度，大概我们就会一级开设。那侯友宜他去了14次的那个。好，拄则咱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在咱台湾为了要防疫，大家拢足认真。像讲中华有一个叫做社教的团体，决定要早起时用路跑的方式，经过到中华基督教病院，还有秀传病院、汉明病院时，大声喊台湾加油，防疫加油。用这款的方式要来倒小挺医护人员。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眼仪来带咱了解。眼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这个叫做邪教的晨跑团，团员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一整团跑者动作整齐一致。当跑到医院附近的时候，就会齐声高喊口号。带您来看看当时状况。台湾加油，防疫加油！台湾加油，防疫加油！为什么这个晨跑团叫做邪教呢？团员表示，晨跑对大家来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没有任何强迫，爱好者就自动自发，早上起来参加跑步。这股莫名的力量被戏称是中邪了，所以才取名叫邪教晨跑团。2年前成立，目前约有20-30人，最年轻的是26岁，最年长的是73岁。团员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呢也有曾经在 SARS 时期在急诊室服务的医师跟护理师，因此对于这次医护人员防疫特别感同身受，所以想到用晨跑来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决定当晨跑路线行经彰基、秀传汉民医院时，就齐声高喊“台湾加油，防疫加油”，以晨跑支持防疫。不只是喊口号，还会全体立正敬礼，代表最高的致敬。以上是现场情形，将镜头交还台北棚内。多谢眼仪镜头刷来去家人，看到家人一个退伍阿兵哥，伊去警察局要办良民证，结果身躯拢全酒味，警察考劝伊，若是啉烧酒，千万唔通赛车。无想到这姓陈的人，伊阵啊一个行出去警察局了后，赶紧要赛车离开，警察嘛打进前甲伊挡起来。无想到双方却因为安尼伫咧歹声扫，伫咧车路伊含警察做对头，要半点钟。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周丽婷来带咱了解。丽婷。好，主播可以看到，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远警突然拦查一部车子，要求车主把车停在路边，再要求车主出示证件，但男子却迟迟不拿，还不断拿着手机搜证，双方在马路上你来我往，争执不休。来看看当时状况。你车子可以先停到旁边，对啊，你这样子，你车子可以先停到旁边，我不要阻碍到旁边，我们再处理，好不好？我觉得你这样子做会去吓到老百姓，好不好？男子拒绝下车，原来他是名退伍军人，来到警局办良民证，身上却飘出酒味。远警善意劝导不要酒驾，当时陈姓男子还回答会遵守规定。没想到一出警局就跳上驾驶座开车上路，警方立刻拦车堵人，只是男子不满突然被拦车，还质疑警方没有搜索票，凭什么拦查？抱怨警方耽误时间，让他错过找工作的机会。但警方也坚持对于可能酒驾的行为要彻底盘查，双方僵持不下，还有民意代表前来关切，最后耗了将近30分钟，让男子完成酒测，确定没酒驾才放行，结束这场纷争。以上是为您掌握的资讯。多谢丽婷，继续来看到新北市三甲一个计程车运将伫咧北区的时，无细理架停车架内底车奥多麦弄倒，害车主看了到底气性落地。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杜医生来带咱了解。医生。好的，主播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巷道内一辆计程车正在倒车，但驾驶似乎不是很熟练。过程中，他先是撞上一旁停放的机车，接着下一秒更是夸张，一生生将其中一辆机车给撞倒。随后，小黄驾驶下车查看，却疑似没察觉自己闯祸了，竟然是看有没有车位。而这个动作让机车车主简直气炸了。来看一下当时画面。计程车下车，还下车看呢。看有没有人？伊是咧看有位也无位啦。啊，好过分哦！
事发在22号晚上，在新北市三峡国光街，机车车主乖乖将车停在停车格，不料却遭计程车给撞倒，而这一撞造成车子大灯车壳多处受损，车身还有好几处明显刮痕。看到爱车莫名损坏，车主好心疼，把画面 PO 上脸书社团，也希望小黄驾驶能尽快出面。以上就两段最新情形，先把时间交给棚内主播。 多谢医生，搁再来关心这个画面，道民众在网络播4段影片，内容拢是伫咧幼稚园内底，老师对囡仔起骹动手，毋但是出手杀囡仔、拍囡仔，也搁牵涉到甲囡仔杀倒。影片一日播出来，有网友讲，这就是台南一间幼稚园的情形。详细情形，赶紧继续连线记者蔡婉如来带来了解。婉如。 好，直播监视器拍下上个月21号的早上10点多，幼儿园的老师将一名孩童带进教室，但走进门之后，却疑似狠狠推了孩子一把，导致小朋友重心不稳，整个人是往前趴。跟着另外一段影片是1月31号的，教室里老师拍打了男童好几下，跟着像是要替男童戴上口罩，但动作却很粗暴。甚至2月1号也有一名女童疑似被老师粗鲁的从椅子上抓下来，过程中老师太大力，导致女童踉跄往前跌。一段段影片被民众截下来po在网络上，指控这是台南一间幼儿园里的情形。一连4段影片被po出来，不少网友看了好气愤。监视器里的孩童看上去平均年龄可能2到4岁而已，不明白幼儿园的老师为何如此粗暴。而这些画面在网络上发酵，引来网友的关注，也出现疑似当地社会局人员的回复，说社会局已经进行调查程序当中，完成之后将会公布调查的结果，而真正的情形也有待园方出面解释清楚。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况，时间先还给棚内主播。 多谢婉如，继续要来关心前总统李登辉已经98岁，这个月新历车牌因为啉牛奶去砸到，烦恼引起数粒性的肺炎，互人赶紧送去台北荣总大医检查，甲打也未出院。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军出面说明，讲前总统李登辉即马头壳真清楚，情形嘛当讲是真稳定，慢慢啊恢复。唔知什么时阵会当出院，烦恼讲本身有心脏的症头，即马敢若会当用较弱的抗生素来治疗。 那现在目前因为年纪的关系，他现在目前正在稳定缓慢的恢复中。前总统李登辉这个月初八因为啉牛奶砸到，送去病院观察了后，到今麦已经超过2礼拜啊，拢也未出院。李登辉的办公室主任王彦军出面对我说明，李前总统入院了后，第2天为着肺炎算是肺浸润，因为情形真严重，所以到单也搁伫治疗。意识是不能讲很清楚，意识是清楚的。 那因为毕竟李前总统98岁，他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所以说他不管是在现阶段他的体能状态，当然说呛到以后引发肺炎，一般正常人可能体能都不是很好。肺部的积水已经有咧控制啊，李前总统佮知影人，不过因为已经98岁，年岁真大，加上身体本来就较虚，佮有本地就有的病爱顾，治疗的方式袂当用伤杀的药啊，所以恢复会较慢。肺炎的部分。 没有办法很积极的治疗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就有心脏病。那如果说用强效的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话，会怕影响到心脏功能，所以现阶段只能够用比较弱的这个抗生素来做治疗。 李前总统目前讲话表达也算无问题，身体嘛有大大咧恢复。啊，若什么时阵会当出院，办公室嘛无法度确定，也是爱对身体健康做整体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社会事来关心，屏东内埔乡一个查甫人啉烧酒了后，对着外口三角架3咧乌白骂，佮甲人骂歹听话。厝边看到到地，惊甲赶紧报警察来处理。这查甫酒摕了后，伊讲是因为厝边长时间踩三角架，影响到伊出入，才会气性落地。也毋过像这款乌白破坏人物件的情形，事后恐惊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半暝啊，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用伊的脚一直踏，袂输咧踢骹球共款，边仔三角架拢互伊踢倒伫咧涂骹。查甫人哪踢哪大声喊，阁袂粗嘴话，头尾有1分钟，就算有人出来甲伊阻挡，伊嘛是继续踢。喷雾剂在那架子那边，辣椒水，辣椒水，快点给我，快点给我啦！ 被害厝主听到声音了后，惊一跳，赶紧走出来看，佮报警处理。想袂到尾啊，双方唔若挽起来，佮险啊起骹动手。
警方赶来随甲因诱开，就是要避免因相拍。原来这个是一件啉酒闹代志案件。骂很多那种很难听的字眼这样子，然后踢我们的三角锥啊，把我们的铁链扯坏啊。那也不是他的武地，你放在那边，每天都我们要出门都要闪他的交通车。代志发生伫屏东内部的明东路，查甫人可能长期不满厝边放三角架，影响到伊出入，才会伫啉酒了后去找人麻烦。影响到交通的一个问题属于公社的一个道路这个范围再依法来处置。随望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要查清楚迄个所在敢会当放三角架啊，毋过阁看一摆画面。查甫人伫路的大细声嚷，煞落恐惊嘛爱为家己的行为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中华发生一件乌龙隧道搁淡薄仔歹势案件，一个查甫看起来黄叶叶，后壁载一卡乌色的塑胶袋啊，内底哪亲像有底物件，一直安尼害来害去。巡逻的警察看到到地，了准讲是发生凶杀案，后壁敢是载尸体，赶紧甲这个查甫查落来问话。上尾开开一个甲看，塑胶袋内底底是徛台湾人，伊开6万块拄买来不输的查某翁仔。警察因为烦恼讲，若是载入路的，会引起到过路的人真紧张。三共叫计程车，叫这个人坐计程车再倒转去。一个好不？你再坐下。骑奥多摆的少年人，伫个伊的后壁载一卡塑胶袋啊，内底佫敢若亲像是有底人咧害一个。警察就紧去甲查落来，惊讲去拄着即个运尸案，赶紧甲问讲内底是底啥咧？毋过即声喙去报着煞，真硬腰。这是啥物物件？佫甲你问一下，老实讲。啥物款模特？看这个查甫人顶甲袂出来，是安尼一句讲过袂晓话，一直咧讲内底是底马道啦。不过警察煞像鸭咧听雷，硬听拢无。啊，你那载模特，你拉说？啊？四脚模特又见过啦。原来这个查甫人讲的马道，就是即个做散开用的树林红仔啦。照规定，警方ក៏爱拍开来甲看卖。以讨教学的关节。我在沙丘龙那个我们开过。手龙挂起哩，远近真张地甲这个锁啊甲透开一个看到底，实在是真歹势。看到树林红仔穿无济，规个强要烫北体。发现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装的人形物体呢，是一个矽胶的充气玩偶。那名男子表示他是要将那个人偶搬家载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为了避免引起恐慌，我们也是帮他叫了计程车。让他搭车前往他的目的地。原来是情人节迄一天，这个查甫感觉孤单搁寂寞，伊就开6万块买这个树林的查某翁仔转来，因为伊无轿车，才用奥多摆来甲载。不过王建贤苦主嘛，甲规个过程甲铺上 PTT 来分享伊的心情，目睭金金看家己买的这个树林女朋友去互拆开，实在是会大心碎。当场就较惨一个贵，原本就是讲是运尸案，加在干那是买一身树林西施，尾这个警察嘛有甲斗叫客停车，互这个查甫的西施树林女朋友通坐转因厝，嘛来化解这个情人节真硬腰的暗暝。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赶紧要来关心全国高中以下学校明仔载伫要开学，为了要确实做好校校防疫的工作，新北市每一间学校都赶紧来做防疫演习，也有整理物资。市长侯友宜搁一届来到学校来视察，时间赶紧交予记者叶婷来查咱了解。叶婷。好，主播跟观众，明天呢就是全国高中以下的开学日，赶在呢前一天呢，基本上呢是所有的学校呢都在进行校园消毒，还有呢模拟明天上课的情况会发生的 SOP， 以及呢校园的模拟演练。而今天呢，新北市长侯友宜呢是特别一大早的时候呢是来到板桥的大观学校这边呢来进行视察，特别呢是针对中午的用餐时间来进行模拟演练。马上带您看一下稍早情形。在家里一定要量完体温，那老师来一定会再一并检查。那进校门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老师们再做一次体温的量测。那如果有发烧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会请家长带回去。最重要，你如果在家里量体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来学校。所以你自己的健康管理很重要。那你们知道体温几度就不要来学校吗？37.5。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侯友宜呢也特别是针对家长们担心的口罩数量呢，他也再次的提醒以及重申，新北市呢都有提供足够的数量是给所有的学校。如果呢学生呢有口罩不足的情况，也千万是不要担心，学校都有充分的准备。以上现场掌握到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多谢叶婷。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继续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纾困条例今日立法院调野协商，每一个党团关心的重点拢无啥共款。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李永平来带咱了解。永平。好，主播各位观众，今天立法院呢上午是进行了武汉肺炎这个纾困条例的协商哦，而包括各党团呢，主要呢都是针对关于防疫照顾假还有自主隔离哦，是否呢政府跟资方要补助劳工这样呢来进行讨论。总共呢一共朝野是提出了8个版本，我们来听一下各党团的立场。主要在于防疫照顾假，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特别条例里面，把它明文规定。很明确的告诉民众，对于这一次疫情，如果因为接下来可能的停课，而家长必须要请假在家照顾孩子，我们认为必须要很明确具体的法源依据，同时也应该要让家长孩子能够安心在家做好防疫，给予6成薪。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主张。我们本来提了2个部分嘛，一个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这个补偿。第二个是防疫照顾假的生活津贴，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各党在面对如果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价别能够入法，那同时有一个劳资双方的依规嘛，所以我很期待可以定到这个防疫条例里面。好的，由于政府这次提出的这个特别条例呢，总共预算是高达600亿，所以呢各界都聚焦到底呢会针对哪一些产业来纾困，包括刚刚呢交通部长林佳龙还有卫福部长陈时中呢都到场亲自参与协商了，而预计呢今天呢会完成协商，明天就会进行3读。以上现场详细情形，主播。多谢影评。另外一方面要来关心外交官刘树杰，昨日人民册讲有一个会友病囡仔，伊毋是台湾籍，讲伊的亲生父母国籍拢是中国，也毋过落尾落委会赶紧出来说明。刘树杰嘛知影讲伊讲毋对，今仔日出面来回释咧。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周景如来带咱了解。景如。好，各位观众，日前因为千里送药受到外界关注的血友病童，意外掀起了他的国籍身份论战。因为前外交官刘世杰还在脸书上面表示说，这名血友病童不是台湾籍，但随后也遭到陆委会来驳斥。今天上午，刘世杰也亲自对外澄清，虽然公开道歉，但也说了一开始会有这样的质疑，不是从他开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稍早访问。其实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就是说。我发这篇文章之前，其实在脸书上已经有很多讨论了哈。那我做完话有澄清哈。昨天下午的时候，大概应该是3点多的时候，我是在脸书上看到有一个蛮知名的粉专。哪一个粉专？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水镜政经学院的那个粉专。那这个粉专它其实因为我有在看他的东西嘛，然后他写了这样的内容之后。然后以及一些我其他的连友有在讲这个事情，然后也有朋友在传这个讯息。那后来我看到之后，我才决定说，那针对于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发文。从人物我就表达我最诚挚的歉意。那这个部分我的确是没有做一个查证，但是我也就说，所以针对当事者以及社会各界。我表达我的歉意。我想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这一位母亲她之前有一些发言包括我们第一次送药给她的时候，她没有在事后，她在事后的一些发言，其实让许多台湾人感到不是那么样的舒服。所以我想。许多台湾人也在等待这位母亲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个更完整的说明，但是我自己的发言的部分，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对于这个病童，那对于这个他的家人，当然包括这位母亲嘛，以及他的这个生父嘛，我表达我的歉意这样。刘世杰虽然向病童还有他的家人来道歉，但是他也说了，在他发文之前，很多人都在脸书上面不断的来讨论，他才会进一步的来写文章，但是的确没有做到求证，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让他感到是得到了一个教训。希望这次的论战可以就此平息。以上面情形。
多谢景如，人咧讲加食无滋味，加话无值钱。继续要来关心台湾这个地道严重血友病囡仔，伊本身是对老母去乌北探亲，结果无坐到头一班中国武汉包机，药仔已经食了啊。这个月初10，海基会透过台商一个接一个，甲药仔送去到乌北，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也毋过这两当下，敢若会当用到2月底，这款的药仔贵33，伫咧中国有钱嘛无得买。老母即马就真着急，透过台湾企业联谊会，甲台湾政府喊救命。疫情指挥中心讲，27日天已经甲药仔开互厝内人，煞来要安怎送去到乌北，又阁是一个问题。包机的进度一直无顺利，进前无坐到头一台专机，阁留伫咧武汉的一个血友病囡仔，妈妈阁再一摆来对我请求斗3工，因为因的救命药啊都得要用完啊。他们的家人讲说，这个针剂是预防啊，好预防那个内出血的，因为这个针剂非常的特殊啊。那目前大陆没有这个针剂，这个药很新，而且非常贵。所以呢，照道理讲，依照规定，那个病患没有在台湾是不能够拿的。这个月10号，海基会透过台商千里将药啊送到乌北，将珍贵的2剂针剂送到位。这个囡仔每一个礼拜拢爱煮1剂，那照安尼算到月底，都阁会欠药啊。其实我们在2月20号也开了4剂的药已经给他的家人。那预计这个药可以用到3月28号。指挥中心强调，已经将药啊开予家属，阁特别加开2剂，但这个针剂是要安怎送到位，即马阁是一个大问题。我现在不想接受访问，抱歉低调一点好不好？不要一直抱我啊！顶一摆斗3工送药的台商会长，如今的态度是无想要接受访问。台湾这边海基会嘛继续咧做协调。我们会持续与家属保持联系，视情提供必要的协助。就算进前囡仔妈妈捌表出讲是较亲中国，感谢的铺文内底嘛拢无讲到台湾，但是救命要紧，政府甲民间也是会想办法将这个救命药啊送去予这个囡仔。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咱台湾一寡电影院生理拢起热烈。南投县敢若剩一间戏院叫做南投大戏院，因为每一间学校开学的时间拢延后，在地少年家普通时较无啥物趣味的活动，拜一到拜五来看电影的人比普通时业绩较好3成。另外，嘉义县起果也有4角所观光工厂，虽然为疫情影响，来参观的游览车团客剩无济，颠倒是家己赛车带规家伙仔来的人有较。戏院外口有真侪民众排队咧买票，想讲要好好来看一出电影。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让这个娱乐产业受到真大的冲击。不过，伫个南投县唯一的一间电影戏院——南投大戏院，煞有真侪民众走来要看电影。毕竟现在还没到社区感染的地步，就是不会那么怕，但是就还要愿意来看。业者讲，主要是受到政府的政策，因为延后开学，加上这个当地遐个少年的读册囡仔，平常时也无地去，才会走来电影院咧消磨时间。所以平常时拜1到拜5来看电影的人，颠倒比原本的加3成出来。虽然平日它还是有一些学生族群，然后以及就是比较始终的老顾客这样支持，都市地区可能平日受到的一个冲击，就是没有到6成那么多，不过至少也有4、5成啊。镜头佫甲踅到嘉义县，来到这个出名4角酥饼的工厂，这较早是国内旅行团一定会来的所在，逐工拢是安尼人来客去，下甲袂过。不过即摆受到疫情的影响，游览车的团客剩无偌济。不过若是家己使自家用来的散客，颠倒有增加的趋势。目前台湾的防疫，我觉得还做得不错，我们不会担心啊。自驾车旅游的部分，其实大家以前只要遇到假日的时候，都会以过夜式的旅游为主，那现在反而是导向单日游的部分。其实都是以在地嘉义县啊，或是云嘉南地区的居民居多。也若水上乡的起果观光工场，嘛是国内旅行团一定会来的所在。即摆因为疫情爆发，嘛有受到影响。业者讲团客上无减5成以上。虽然讲家己赛车来游客有比较早较济，不过整体来讲，生理也是没真济。简单希望这个疫情会当紧过去，通恢复较早遐佳雅的光景。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韩国职业野球的亚军，也就是杯粉英雄队昨下晡伫咧高雄大比赛，和咱中华职业野球乐天桃园队开始先闹场比赛。刷来这一届伫咧高雄春训，就是啥讲下港这几天真好天。也毋过韩国即马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热闹，大家嘛真烦恼讲敢有危险。原来球队老早伫咧1月底就已经来到台湾，早就已经过潜伏期，球员和球队嘛已经先做好防疫的准备工作。球棒一个讲，就先得到分数。韩国职棒北京英雄队23号下晡伫咧丁清湖棒球场对决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北京英雄队是去年韩国职棒亚军，真有实力。这回会选择来高雄做训练，就是看到南台湾的好天气。这里天气很好。还有比较环境很干净，还有的棒球场也很好。北京英雄队伫咧23号到3月初9训练的期间，会甲中华职棒队来做热身的比赛。其中25号出战中信兄弟队的时阵，高雄市长韩国瑜过来现场开球。只是武汉肺炎当伫咧南韩传开，互南韩全国拢变甲足紧张的。北京英雄队即摆来嘛不免互人烦恼。其实球队早就伫咧今年1月底就已经来台湾啦，会训练到2月12号为止，球员拢无发烧，这症状嘛已经过了潜伏期。棒球队这个韩国的出跑的以前都检查身体啊，戴口罩哦。检查的温度，所以他们很多安全的。强调每一个球员健康拢无问题，但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球团球员嘛拢真谨慎小心。已经很多准备来的酒精啊、口罩，他们也很小心。本来的时候休息天他们出去玩，但现在呢，他们不行，都是在酒店休息。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传开，尤其是韩国的病例，一短时间内真快速的累积。这一回球团来台湾嘛，意外暂时闪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欧北武汉封城到昨拄满1个月，在地官员讲，逐工医好出院的人数比先确定的病例搁较侪。不过，武汉一间养老院伫咧新历2搁再发生到大家做伙话着的案件，疫情共款真严重。另外，美国掌握到情报，讲中国的高层即马当咧研究一个计划，就是安排习近平这领导人去海外避难。也有国际货币基金 IMF 正任的副主席预言讲，这一波疫情会严重升等到中国。今年1月、2月经济损失超过6条大票。武汉封城1个月啊，街路拢空影影，人甲车是严格管制，袂当上路。商店内底嘛拢已经是空空啊，民生物资是抢到无半项，民众被迫关伫咧厝内底，好加在茶米、油盐拢有配给，无欠。蔬菜啊、肉啊，还有一些米油这种基本的。这种食物供给都是可以的，只是说质量和价格肯定是不能和以前正常的相比。武汉市区即马干那病院会看到真侪人，但是病患实在是伤过侪啊，医护人员无够，一寡重症老人的家属希望会当转院，得到更较好的照顾，即马是完全无办法。今天或者明天的话，我们还是主动。一直在联系医院转院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全中国即马已经有80多个城市对武汉来咧封城，采取封闭式的管制，看会出来武汉肺炎的疫情实在是真严重。一旦中共高层嘛受到感染，安尼就真危险啊！那确切位置是机密。这些末日避难所可以抵住强烈的爆炸。先进的通风系统也可以过滤掉核弹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美国掌握上新的情报，中共高层当咧定计划安排习近平这个领导人去北京交关核武航空河避难，或者是出国撇风头，以免疫情若烧到中南海，中国会无人通做主。Ripples around the world, hitting airlines, car makers, tech firms, retail. 国际经济学者预估，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大陆小卖甲观光消费严重来萎缩，今年头2个月损失超过1.3兆人民币，大约是台币6兆，冲击经济成长3到4个百分点，恐惊会需要10月拍拼，才会当恢复一般正常的水准。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中国即马话着的人嘛愈来愈多。日本全球公主号游船按算要停掉驶至中港三峡的7架客船，直接驶到武汉，在地有几千个医生，也有医护人员，会当有一个大的所在，大家继续要来抗疫大作战。
一架原本驶伫个乌白的机枪，甲中景间的客轮，21迄天出现伫个武汉的汉口一个王家巷的码头。其实这毋是为着要载人客，是要来接更较有意义的任务。这是要甲遐个对各地来武汉做支援疫情，逐工拢劳心苦前的医疗团队，提供因大的所在。一进到 ICU， 就得知一名护士因为身体不适，刚去外面休息。目前拢总有7架的这个长江客轮，除了南京号以外，其他包含有仙南号、皇家花苑号、皇家盛世号，嘛煞咧要开来武汉遮。船头家伫个北京画一个诗，随来接受တင်调，来到武汉，互这医护人员有一个较舒适的所在通啊休困。因为即马武汉当地这个饭店拢住到要满啦，即马来တင်调这个客轮，算是一个超前的方法。因为他说我在这嘛，必须得保护好自己啊。根据北京官方公布的数据，各只客轮上无拢还佫有100个标准客舱，一间房间内有2顶床。假使讲若会当，互医护人员会当一个人住一间，安尼就会当避免这个病毒喂来喂去。安尼一只船会当带入100个人，含其他6只拢甲加起来，嘛差不多有12床。啊，我们不管你搞明了，我们就这个新人。客轮公司强调讲，船顶的这个医疗配给，亲像防护衫、喙瓮，阁有专业的消毒设施，而且逐间客舱拢是独立的，就连空气的循环系统嘛有咧消毒。船员嘛有接受过卫生甲轮机这的专业训练，会使讲是人咧照顾这医护人员的健康，通互因气氛较好势咧，有精神通来防疫作战。记者综合报道。向近日的广告了，要来关心大埔一间幼稚园违法，甲幼稚园含隔壁补习班规的拍通，阁无互这囡仔去上在艺课。伫咧在艺课的时间，一个人含老师伫咧小对上。你要改在这我们爸酱聊聊嘞。你敢干嘛？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对不起，陪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这是买给你吃的啦。买给我？对啊。不好意思，枣子有点事情要找我，所以我现在要过去陪他一下。枣子，所以待会啊，你自己的个性要收起来，然后你表现出女人味，你知道？不是这个，待会你上去的时候就完全不要讲话。你好，之前都没看过你，第一次来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咱台语真普遍拢用会到。这字就是啊，一般放伫咧名词头前，用来称呼人的名。另外，嘛当用来称呼有血缘亲家关系人，像咱讲阿爸、阿母、阿姊、阿哥、阿姑。啊，若是称呼中国的百姓，有人直接讲阿罗啊。其实就近来讲，这并无看轻的意思，因为过去咧称呼外国人，人讲是阿多啊；啊，若是称呼日本人，有人讲是阿本啊。另外，称呼身份较特别的人，好野人，咱讲是阿夏；啊，若空的，咱讲是阿西。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拢是和阿有关系形容词。头一个阿里不达，会当讲是不三不四、不达不七，代表无啥水准。第二个词阿萨布鲁，嘛是咧讲一个人较无水准，或者是一件代志较粗。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古早人讲嫌官府出高贼，嫌爸母出阿里不达。囡仔食骂都唔惊，啊若食拍都袂疼。若是对的骂，唔对的嘛骂，安尼囡仔惊讲会蛮皮，大汉就变做阿萨布鲁。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啊，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时阵公共化幼稚园，去年8月开始，团工一寡业者拢连软空芳，因为政府规定讲每一个人一个月4500块的学费，另外搁再加收在业费或者是教材费这费用。幼稚园就一间伫咧台北，毋若是违法，甲幼稚园含隔壁补习班规个拍通，互囡仔若是无去上课，就直接伫内底含老师相对上。时代起甲讲安尼啊，变做是大细汉差真济，逼时代一定爱纳在业费。准公共化幼儿园伫去年8月开始上路，想袂到煞定定有业者来弄这个法律棒。除了政府规定，逐个囡仔一个月爱纳4500块的学费。
还佫增加工收栽艺费，或者是教材费，才会加出来的费用。甚至台北市还佫有一间幼稚园传出讲，伫咧栽艺课的时间，互栽艺老师甲囡仔带去边仔拍通的一个补习班上课。也若遐个无报名栽艺课的囡仔，干会当含原班的老师两个人伫咧教室内底，安尼互家长真生气，认为补习班用这款的方式甲囡仔甲加费。会使讲是假包，叫家长都爱交栽艺费。两间房子之间打通了，法律上有点模糊。等于教育局现在针对这个事情也给我们裁罚了，要求我们先去改善，我们就照做。家长原先呢，他们选择不上才艺啊，当然其他小朋友上才艺的时候，他不上才艺课，教师还留在教室里面，那个老师就陪他在教室里面啊。对这件代志，幼儿园的负责人有承认讲，甲双边的教室甲拍烂桶，强调讲加查了后会先来改善。若针对栽艺课迄部分，伊就咧画冤枉。讲苏当时是囡仔无要上栽艺课，才会该留伫咧教室，现场嘛老师伫陪因。才艺费这个部分，我们请他也是要以规定跟家长说明，如果是真的确定违规收取，就必须要退费啊。北市教育局接到投诉了后，嘛随到现场来甲检查，认定幼儿园拍通补习班，安尼算是违规来混跨使用空间，会当甲罚6000。另外，针对幼儿园的专任老师无伫咧幼稚园，煞走去隔壁的补习班上栽艺课，安尼嘛是算违规，就要罚3000，而且要求伫咧2礼拜内就要改善。若是讲无改善，就会来终止准公托的契约。恐惊嘛正做第一件，互人除名的准公共化幼稚园。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公共化政策了后，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叫做庆瓜鸡。在下龙八酱料料，你敢干我大？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你回去，陪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这是买给你吃的啦。买给我？对啊。不好意思，枣子有点事情要找我，所以我现在要过去陪他一下。枣子，所以待会啊，你自己的个性要收起来，然后你表现出女人味，你知道？不是这个，待会你上去的时候就完全不要讲话。你好，之前都没看过你，第一次来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庆鸡会当亲像庆油饭，这是咧风景餐厅内底最特色的料理。头家店里上出名的就是庆瓜鸡，特点都爱庆8点钟，用苇啊豆豆来煨，创好烧的时下骹烧气规庆起来，庆到顶面出水珠啊，搁再滴落来，无掺一滴水或者是鸭味料，规煨拢是用规只鸡落去庆的，那亲像是鸡精同款。头家本地是咧牛排馆做头点，一届去中国贵州旅游的时，食到在地手路菜庆瓜鸡，才想着讲要把这个滋味炸倒转来。Hello， 给你们上菜咯，这是本店招牌大汉鸡。一样打出炉的唱歌鸡，一个芳上刀，挂一个显气，随片着这个芳香香的芳气，这都无掺一滴水，拢是安尼豆豆啊翕的。看这个鸡汤是花金黄色的，这是肉烧针，唔是我贪心。大喙安尼甲加落去，肉一个未粗丝，这个好滋味，真正互人客安尼较远个拼来。其实，在竹东住这么久，这一家餐厅我第一次来吃，我就爱上它了。因为它很甘甜，非常好吃。以他们有稻汉鸡到现在，我几乎常常都会来吃，但是1周会来1次或2次，不一定。不加任何一个什么化学材料，所以它的口感绝对是清甜。看它的汤啊，绝对是清澈啊。那它的肉呢，绝对是不会柴，
熬了8个钟头的肉不会柴，这个才是厉害。一甕刷一甕，先甲放喺火炉顶悬甲香烧，这是一滴水都无掺，会有这呢好滋味的鸡汤。伊的原理就是伫咧食。它的密闭商中里面没有加上一滴水，水很讲的部分里面就是说蒸汽进来之后到上锅上盖，那上盖遇到冷，它会产生水珠，然后开始滴到下面去，然后一滴一直滴8个小时把它滴满。冰角20分钟，搁爱落一遍，用称滴的方式，互甕仔内的鸡精拢滴落来。每一甕的鸡汤拢是安尼豆豆啊粒质，一滴啊一滴，看滴落来的。因为都爱耗真久，一天简单会当限16甕。激头脑发挥卡斯来研究这道手路料理。潘正基，伊原本是连锁高级牛排餐厅，伫咧换头灶的，有6年的资历，伊的收入嘛算真好。不过伊还是选择来离开。20年前，伊转去厝家己开咖啡厅，不过打开始的时阵无偌好，刷落去伊真糜烂咧拍拼，哪卖咖啡，搁哪卖牛排，因为拢是用美国牛肉，刷去拄着公牛症，业绩慢咧一困头就随切落去。伊就趁这个时阵，互家己小休一下。伊去中国大陆的贵州佚佗，去食着迄个在地的唱寒鸡，迄个好滋味，互伊真少念。所摆伊就开钱买这个唱寒鸡专用的甕仔，甲买转来咱台湾豆豆来研究。过渡期一直试，然后试玉米鸡，试红鸭鸡，你知道吗？然后最后试了这个日本小山鸡，日本小山一试后觉得不错，为什么？原因它皮薄，那肉质会比较鲜嫩，真的花了2年的时间才研究出来。这2年当中也是一边找外面怎么去拉胚，怎么去制作，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找那个陶胚的师傅，然后去做探讨。因为有时候就觉得他做菜非常的执着，特别对于食材，包括做菜的所有的程序，都是非常的讲究。对，因为他喜欢做菜的，他喜欢坚持自己做菜，就是保持食材的一个原味。潘正基伊真严硬咧酒内场，因来因牵手黄海花，就真热情咧招呼外场。翁仔某2个人牵手相敬相挺，来打造有创意的台菜餐厅，要互来人客有迄个满的幸福感觉。记者综合报道。你也该在这种霸酱聊聊嘞！你敢干嘛？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你回去，陪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的恨他。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这是买给你吃的啦。买给我？对啊。不好意思，枣子有点事情要找我，所以我现在要过去陪他一下。枣子，所以待会啊，你自己的个性要收起来，然后你表现出女人味，你知道？不是这个，待会你上去的时候就完全不要讲话。你好，之前都没看过你，第一次来吗？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是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播互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你担心我，我心疼你，共同感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我应该怎么做才好？你必须要放弃对你最珍贵的东西，那个孩子就是能做出牺牲的特别之人。那个牺牲由我来就好。这么说来，孙悟空的金刚箍，你说我可以自己拿下来？你已经不觉得金刚箍的爱对你是一种束缚了，根本不想要挣脱。这样为什么还需要这副镣铐呢？
今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拄好接到分局的消息啦，讲恁拢袂使阁演出啦。头家，拜托的啦，你互我开慢3天。大家拢感觉无希望啊，物件款款的，拢走去。有要紧无？我若开学远，你敢看有？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就是因为不要阿嬷，不要这个家，阿嬷开高金妈把就过门 K 啦。宝贝，不要亲哦。怎么可以不接我的电话？来了。你等时来。家长对他是人身攻击哦！怎么样？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你咪就插头啊！我爸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查啦，暗查啦讲你有偷电视。你有养过我吗？恁个就规定做到底，我大家满意。到底在攻啥小啦？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瞎话啦！你要改在这我们爸叫聊聊的。你敢干我大？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你等去，陪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的恨他。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这是买给你吃的啦。买给我？对啊。不好意思，枣子有点事情要找我，所以我现在要过去陪他一下。枣子，所以待会啊，你自己的个性要收起来，然后你表现出女人味，你知道？不是这个，待会你上去的时候就完全不要讲话。你好，之前都没看过你，第一次来。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一起唱，奖金一起抢！直播互动零时差，周周准备40万奖金送给你，快下载17M，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一起唱。你担心我，我心疼你，共同感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我应该怎么做才好？你必须要放弃对你最珍贵的东西，那个孩子就是能做出牺牲的特别之人。那个牺牲由我来就好。这么说来，孙悟空的金刚箍，你说我可以自己拿下来？你已经不觉得金刚箍的爱对你是一种束缚了，根本不想要挣脱。这样为什么还需要这副镣铐呢？今晚11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拄好接到分局的消息啦，讲恁拢袂使阁演出啦。头家，拜托的啦，你互我开慢3天。大家拢感觉无希望啊，物件款款的，拢走去。有要紧无？我若开学远，你敢看有？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就是因为不要阿嬷，不要这个家，阿嬷开高金妈把就过门 K 啦。宝贝，不要亲哦。怎么可以不接我的电话？来了。你等时来。家长对他是人身攻击哦！怎么样？你不要走，我告诉你，我叫律师告。你咪就插头啊！我爸唔知走去倒。打电话给查啦，暗查啦讲你有偷电视。你有养过我吗？恁个就规定做到底，我大家满意。到底在攻啥小啦？每周6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瞎话啦！你要改在这我们爸叫聊聊的。你敢干我大？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
你回去，替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这是买给你吃的啦。买给我？对啊。不好意思，枣子有点事情要找我，所以我现在要过去陪他一下。枣子，所以待会啊，你自己的个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继续要来关心，这是为了要替防疫人员加油赞声。歌神张学友和出名歌手周杰伦，也有作词人彭文山做伙创作《但风雨经过》这首歌，那是针对到医护人员表达着上界悬的敬意。MV 上尾张学友伊嘛亲身出来呼吁大家做伙答应做好个人卫生管理，防止疫情继续摊开。新闻上尾，朝台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台车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该流的泪还是划过你的脸，我始终在你身边。瞎话啦！你遐个在上红霸酱聊聊嘞！你敢干嘛？我不来！你干什么？我要谢谢今天最意外的大功臣范玮琪。你回去，替我跟阿妈讲，阿妈讲，我想阿妈。你妈要的就是你爸一个道歉。我真的很想要，很用力、很用力的恨他。每周六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这是买给你吃的啦。买给我？对啊。不好意思，枣子有点事情要找我，所以我现在要过去陪他一下。枣子，所以待会啊，你自己的个性要收起来，然后你表现出女人味，你知道？不是这个，待会你上去的时候就完全不要讲话。你好，之前都没看过你，第一次来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